个成年人，我懂我自己的选择，我清楚的知道我们之间会面临什么问题。我以为你会懂我的坚持，就像我也懂你那样。他，林沃，大龙集团董事长秦胜生的独生女。高山，是真的。不是，你听我解释。或许我们真的应该好好想一想，彼此是不是合适。你说什么？我们分手吧。医生，情况怎么样？伤者很危险，刀口大出血，好在手术很成功，病人暂时脱离生命危险。至于后续状态，还要继续观察。我能看看他吗？麻药没过，一时半会儿醒不过来。是，秦总，我先告诉你。医生，林沃情况怎么样？林小姐运气还算不错，有惊无险。那太好了，谢谢你啊。没事。高先生，你们回去吧，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处理。我想等他醒来，我想再看看他。滚！我好不容易从房间里跑出来，正要开车去找你们，结果刚出门就遇到了一路上火急火燎的林沃，说什么康明要报复你，我赶紧跟他过去，没想到就是这样的结果。你也别太担心，秦总呢，他就是太生气，然后迁怒于你，等林沃醒了，什么事都没了。你太累了，赶紧回去休息休息，有什么事我肯定跟你汇报。走，我送你。我自己回去。你能行吗？我一个人待会儿。